主后2026年1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特殊选民普遍台语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章第10到23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章。后来，咱活倒转，照上主对我的命令，往红海的方向去旷野。咱坐西尼山真侪日。上主对我讲：你已经坐即个山区真久啦，着活对北边去。你着吩咐人民讲：恁的兄弟以扫的后代住伫以东，恁要经过因的境界，因为惊恁，所以恁着非常谨慎，毋通惹因。因的地连骹袂当踏遐尼细的位，我着无要互恁，因为我已经将以东互以扫做家业。恁着用银甲因买粮食来食，买水来啉。上主恁的上帝伫恁做的逐项事拢赐福恁。恁行即个宽大的旷野，伊拢甲恁看顾。即40年，上主恁的上帝甲恁同在，恁拢无欠缺啥物。所以，咱就踅过以东，就是咱的兄弟以扫的后代住的地区，对阿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、以顺加别，我对往摩押旷野的方向去。上主阁对我讲：毋通惹摩押人，毋通侵犯因，因的地我嘛无要互恁做产业，因为我已经将安尼城互罗得的后代做家业。以前以米人住伫迄个地区，因人口侪阁强，亲像阿拉族的人遐落。因嘛甲阿拉族的人共款，互人叫做利法音人，毋过摩押人叫因做以米人。这拄亲像早前何利人住伫以东，毋过以扫的后代嘛甲因消灭，煞接因住伫遐。嘛亲像以色列人伫上主赏赐因做家业的地，将原来的子民赶走相款。上主阁讲：恁着起来，过撒勒溪，对安尼，咱就过迄条溪。咱对离开加德斯巴尼亚，到过撒勒溪，经过38年久，直到迄代的战士拢死伫军营，拄照上主对因所立誓。上主的手攻击因，对军营中甲因完全消灭。人民中间的战士拢死去了后，上主对我讲：今仔日恁要对摩押的边界安尼城经过。恁行我阿门人的时，毋通惹因，毋通侵犯因，因为阿门人的地我无要互恁做产业。我已经将迄块地赐互罗得的后代做产业。迄个地区嘛算做利法音人的地。以前利法音人住伫遐，阿门人叫因做散族名人。因人口侪阁强，亲像阿拉族的人遐落。毋过上主甲因消灭，阿门人就占领因的地，煞接因住伫遐。拄亲像上主为着住伫以东的以扫后代消灭何利人，互因煞接住伫即个地直到今仔日相款。对加菲土出来的非利士人嘛相款，消灭住伫加萨甲附近庄舍的阿维人，
煞才因住伫遐。特殊选民普遍台语。伫行神掠的神这首诗歌中，有一段歌词写讲：你是行神掠的神，绝望中数了5万，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搁一遍欢呼无煞，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一片倒落来。这段歌词相信要感动真侪人，予人有勇气面对挑战。遭遇逆境的时，犹原有信心。总是对甘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段诗句所学到的神掠技术，对应而言却是亡国的悲剧。伫以色列人欢呼的背后，哪像蕴含侵略者的傲慢姿态？只要有上帝帮衬，以色列就通唯我独尊，其他人简单会当俯首称臣。这种偏见也可能影响咱读圣经的眼光，导致咱用以色列中心的角度看世界。当以色列人世代交替完成，即将结束伫旷野流动，进入迦南地时，咱检采以为因的前方是一片坦途，接落来将以百者之主征服逐个邦国。事实上却毋是安尼，因为就算上帝亲自引带以色列人，因犹原着顾虑其他民族的政治关系，小心翼翼踮阿拉伯之路上行驶。以色列人若着向以东人借路，粮食和要啉的水也着用交易取得。上帝阁吩咐因路过摩押人甲亚扪人的地头，毋通侵扰因。就算上帝捌讲，对今仔日起，我要互天的万民拢惊恁、论恁，互因听到关系恁的风声，拢烦恼皮皮喘。但是比起征服者角色，此刻的以色列人搁较先过家鸟鼠，连牵线都爱看人的面色。申命记这段经文刻意呈现，创始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依旧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。以东人、摩押人和亚扪人其实也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以撒和罗得的后代，因相款有上帝应允和名约。上帝也捌带领因打败强敌，赐因土地。换句话讲，上帝的守约是慈爱，是具有普世性的，并毋是简单予以色列人的特殊待遇。针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讲，有时阵咱看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，爱小心细致，是毋是带入以色列中心的思维，或者是同情巴勒斯坦人，因而合理化以色列的压迫行为，还是美化哈马斯恐怖攻击的恶行，忽略了以巴之间伫政治、文化、甲历史脉络顶面的复杂关系。咱真容易以上帝之名来加以简化问题，借此支持家己选边徛的理由，就袂记得无论是倒一个国家和民族，伫上帝的眼中拢是共款的。伫上帝普世性的新约中，因拢是被拯救甲保护的对象。当咱看待别人的角度出现偏恶的时，搁较需要转来到圣经，通好互咱记得上帝听是宽阔的，互咱放下自我中心的思维，谦卑伫上帝面前，知影每一个民族
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儿女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用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和基督徒的身份？我是毋是用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和基督徒的身份？咱来祈祷，掌管生命的上主，你的疼是宽阔，你对每一个族群拢同款接纳。求你，互我会当用搁较柔和谦卑的心态面对你，也用安尼的态度对待别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